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英群阿群妹。好，今日是正月初6创无，唔过大家人讲吼，哇，客家人过年爱聊到乜嘅世界歌，爱聊到天长歌，故说吼。虽然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做生意，唔过其实阿群妹都也行我爱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哦。好，讲到呀过新年啊，伫台中董事伫呀正月15、正月8嘅时节啦，就有一件大事情爱同大家来分享，就是呀台中董事嘅新灯办节。故说今日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呀农业渐渐的新灯办节咯。细细格格来分享今日节目底度邀请到嘅来宾来分享董事区公所嘅区长分享齐批林齐区长分享。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董事区区长齐批林，我是董事客家妹。哇，客家讲到董吼，还个有董奖，系安尼嘅区长。今日来到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新灯办嘅当中故事啊，韩国传统、韩国家条嘅成分相关哦。讲到呀新灯办节，大家听出第一个印象就会想到呀台中董事也做蔬菜。唔过想要来问一下，真嘅啲董事人大家嘅成分相关当中，全部就会有个呀新灯办节嘅样子熟系冇？像俺吃细汉的时候，就开始就新灯办。当年的元宵节都会按董事年过的新灯办节。对，那后来呢，也是因为慢慢的大家注重客家文化这件事情，新灯办节才融入客家的12大节气里面。对。故说元旦它可能是一张区域性的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像头大概总头，都有呀八公庙，八公庙底部呢，其实总头底部是里面，都做一会演。参加了会演呢，就是在做新灯办，哈，到今年我看那如年就新年出现，不管谁来谁买，出现了啊，到另外一年的元宵节，都来做台办，另外呢，都开始大家都比赛哦，看下面来办青太界。青太界都是我本体一名体一等啊，天一等安尼，没有了新灯办节都变成雕办比赛。原来是安呢，故说叫你去个江生人的时节，江时没有武康人没有让人打扮拿去比赛嘛？有啊，那时候其实我第一台是江生嘛，好，咁讲吼，人家是强调两性平权的时代，我还。婆家嗰啲都同我准备新灯办啊，还是跟我比赛。哇！今年咧有开新灯办一逢过一奖咧。真嘅哦，我分享给大家知咯。哦，唔管是江西来嘅，也是江西妹嘅，其实大家就会打扮。其实新灯办的意思就是庆祝新生，传递分享的一件事情。对。新灯办给大班拢要给那么乌卡人士给分享给了总头就一副的会员给我带转去，所以新灯办的东西客家中其实一有意思的文化活动。真嘅，就老大家适合做乡下，韩国因为係過年，故所大家同樣社區嘅朋友全部做鄉下。分享。对，分享大家鄉下過新年嘅感覺當神奇。不過其實看到安尼鳳的辦的啊，其實我頭擺我喊佢按到鳳辦。鳳骨辦。對，那像後龍年咩講紅菇粿。對，人講鳳骨辦。後龍年講嘅粿都係人客家人講嘅辦。故說大家可能就有設按樣嘅辦呢，按樣嘅 show， 有這樣子的習慣。不過做乜嘅也雕辦比賽，就搶呀董事也按出名。雕辦比賽一開始講嘅本來都係總體，10年嘅比賽嘛，好，看下面比做下醬做下泰，也係面子問題，有客家人就特別好面子，對吧？然後一做的就泰，一做的就泰。然後後來呢，有客莊12大節慶之後呢，我們開始就有分團體賽、個人賽，按照公廟來比賽。哈，其實
做的比赛、豆瓣比赛也是希望说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客家活动，然后看见客家的文化之美。所以今年呢，特别做120件的台版，等大家共同分享。哇，120件呢，这有几台的啊？哇，这么大！哇，有按台的版呢，我同大家来分享哦。不過其實我想講，也有新燈版按出名啊。其實係唔係咩同頭擺嘅成分習慣有關係？比如講，你看頭擺人可能大家就耕田啊，故說非常需要有新生命出現。對，尤其是在農業時代，也特別需要誰來？那男丁嘛，男丁可以幫忙下田工作，所以為了慶祝那個生命的喜悅，所以經常有新燈版的一件事情。對。古時候都也下，已經唔單唱係需要誰來的新燈，可能咩愛需要有共生滿人了。所以現在唔單唱有新燈版，其實還有頭版，對不對？頭版，而且頭版造型同新燈版有無相款，個花紋嘛無相款。而且看到新燈版係做一個龜，好，那花紋係龜形狀，像龜的形狀。對。然後 NC 模係做頭版，外形的做成頭啊那形狀。好可愛哦！對，就是男孩女孩一樣好的意思。對，其實我頭擺啊，第一幅起來咧，我們有訪問過一家作者，他寫了一個陶版的一個小朋友的繪本啊，江明公老師，對，他叫做小桃妹。小桃妹，對，我就知道，其實哈有呀新燈版，沒有頭版，其實係當神奇嘅事情哦。故說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假使冇看過新燈版，也係冇看過頭版，歡迎大家也來到亞東市新燈版節來到鬧熱咯。故說剛剛區長有說，有120件嘅頭版跟新燈版，我同大家來分享。是。第3月2號。NCB 店頭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有開幕式，到時候會有各120件呢。新燈版加頭版展示在現場。那另外呢，我們在現場也會現切，跟所有來參加鄉親朋友一起來分享東勢做喜事、辦喜事的喜悅。嗰時候其實像呀，頭版然後新燈版啊，會有一隻豆版的大賽，對不對？對。豆版的大賽就係你剛才有講，本單年但係在自家嘅白宮廟地度比賽嘅，唔過也下已經變咗呀合眾生意太節慶，故所也下落去擴大辦理，都在我們的園區裡面來拍。我們有分個人賽跟團體賽，宮廟地辦嘛有，好客家文化裡面，我們也會請宮廟把給那台版拿出來，請老師來評比，看那個宮廟作為太輕熟悉，你係咪面子問題？面子問題。那最主要其實也是一個透過一個競爭一個比賽，那邀請全台灣各地哈，我的外國朋友，總係生意來東勢來看那新燈版，分享我們新燈版節的喜悅。而且其實今年都客家文化園區，俺特別做了哈新燈版的製作過程，俺就強到俺的社區媽媽。好對精米開始來一擺切板泡米，對做新燈版的最初一個動作，到新燈版最後的壓模，然後吹起來，好，嗰度整個過程底部按照客家文化園區來呈現，而且那件事情我參與，讓所有的民眾啦，共同來參與啊，然後就。類似 DIY 啊，哇，做得起 DIY 就錯嘅。從頭到尾，而且看得到而家新燈版係完全製作完成嘅。對。唔過像唔剛剛講呀 DIY 啊，我做當神奇哦，做得自家來做，韓國係從頭到尾可能假使基本日去到也延期，地度去學習，做都不看，可能就會自家來做誒。像啊，就算都自家不看唔曉做，唔過唔係啲透過這一件事情，就教育下一代講啲哦，誒新燈版節，誒阿公阿媽。好，以前的時代係完全做安尼新燈版節咧，因為俺之前看到新燈版節中，他從安尼用壓模的方式去把它壓起來嘛。安尼這個模，對不對？這個是陶版的模。對，然後我手上這一個是用係陶版兩個係新燈版，大家看到那好冇衝看嘛？上面新燈版有一個烏龜的形狀，有一個烏龜，象徵着才子壽哈，壽命延長。壽命，那我們來看頭版。對，然後呢看頭版。頭尾這個頭尾片啊。蛋糕下嘛嘅？運動係咪係一個壽字啊？其實
之前来东市新灯板节亮哈，当然有参与压模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做新灯板节应该让小朋友知道，因为选新灯板很有选做哎，因为选贵吹贵，好，这个整过程之中，其实应该让下一代去好好学，然后这个好的传统把它留下来。而且新灯板节其实给庆强调这个家庭伦理的一件事情，对，我们让那个阿公阿嬷带着我们的孙子。穷下来做新灯板这件事情才会在家庭里面一直延续下去。韩国好做体以后啊，可能今年、明年就做得去比新灯板的豆板比赛。错啦，系啊。不过要豆板比赛啊，其实我比动多东西，因为可能夹个外观啊，夹个色啦，全部就爱看。总下看底部还没有看。你看夹个皮的喷涂，夹个牙的喷涂，其实做新灯板真多功夫。还要有黄金比例，对不对？对，其实你那牙那冇保护，佢就吹死我别开。所以搿种那真考验师傅的功夫啊。哇，尤其是胎的板呢。尤其是胎板，所以按做来胎板，处处是学问，处处是功夫。不过像呀，上个去比赛呀，给爱报名嘅话，按用嘅来报名。按都现场报名都是得啦。现场带点板的去报名就做得嘞。你讲刚才个人赛嘅公庙对。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事前已经在接受受理报名了。比赛当天呢，我们就会邀请那公庙。好，个人的部分拿去的客家文化园区比。鼓手大家今年做的先去见习一下，大家先去看看呐。明年啊，想要来报名呀，豆板比赛就做得来，随时注意一下呀，董事提供所的讯息哦。好，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再来讲台中董事新灯板节的故事哦。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台中董事过年的时节啦，真欢喜又真闹热的事情哦，就是呀台中董事嘅新灯板节。刚一开始有讲到吼，有呀120件的台板哦，我同大家来分享120件的陶板桶，也复古板，我同大家来分享。唔单像安尼，其实还有当到比赛呀，我本大家看下来睇闹热就闹热咯。韩国其实啦，我们的区长没有爱同大家来分享吼，呀董事新灯板，迄啲啊，也就素材清传统的一件秀，对不对？一只秀，古时候大家一直都有啲嘅做呀新灯板，韩国摆新灯板，其实啦没有懂到故事，爱同大家来分享哦。像啊，其实那新灯板节最以前阿公阿嬷时代流传过啦，个新灯板节嘅庆开始都系对那宫庙开始。我记得我细汉时哈，当年的元宵节就今天我做台戏，旁边有好多的卖零嘴的小摊位，生意都讲这爸爸妈妈都讲拜呀。记得9点10点的时候，拜呀拜陪，同个新灯板嘛都相关的一块粿糕，都带着你。那小时候我唔知了，按到新灯板，然后第个我细汉过的元宵节都会按你过法后来长大以后才知道原来按你传统的过新灯板节系按东西的新灯板节。来分享按在东西的文化节，都会买按你主的展场之一按文化节。古时候你要的展场是扩大到对，我们有2个展场第一个叫文化节，一个是东西客家文化园区，叫东西新的。我再介绍在文化节咧，文化节底巴按有7个宫庙的底巴，一条街就有7个庙，有8公庙，嘿，大概仲有真有名的巧胜仙师庙，巧胜仙师庙是我们巧胜仙师鲁班师的开基主庙另外的有真有名的凌云八公庙。凌云八公庙对东西非常全台独一无二的一个公庙土地公庙。那另外呢，有拜太子爷，有土地公，所以文化节断到一条街，都有7间公庙，非常有意义。讲一下一个文化节生意部，都看到一个白兴里的双福祠。双福祠底部呢，当年的话，新灯板节一天呢，重头戏。双福祠，这么干一个是公庙，一个是土地公庙，我叫拜祝生娘娘。
对，古时候就会甜点呐，错啦啊，其实两个祝生娘娘非常灵验啊。当年哦，其实就真的年轻朋友啊哈，好几年都求不到子。啊，你外地你听到讲，哎呀，嘿，双福祠土地公庙祝生娘娘一行，所以跟着特地啊来东市这边跟祝生娘娘祈求。那果然第2年啊，去年啊参与的是果然就对后3年哈都恭来啊，跟着非常欢喜，都做个真太办来还愿。对，而且他现场哦拜完之后啊，给都按照现场先前啊，跟所有的民众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他们生子的喜悦。哇，不过其他就很爱听人，对不对？很爱听人哦。所以哈，哎呀，李总市场头讲啊，北京里的郭里长市场啊讲，其中看了哎北京里哈，连祝生娘娘一行哦，对，所以很多不管是外地还是在地的，都会来这边啦，跟我们的祝生娘娘求。对，那新灯板节哈，当年都双福祠，嗰度巧圣先师庙某都里用白公啊一字排开，哇，各种太表。古时候大概有庙底度，全部就会有，就全部那个庙口广场就一字排开，哇，全部都是太新灯板，而上面红红的灯笼挂，哇，好有过年的气氛，真的，对，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元宵节的时候来东西行了，东西亮来。感受一下我们过年的喜悦，因为人家其实聊现代喜团哈，哎，我发现讲其实年味越来越没有那么浓了，很多给入红都冇过年的感觉，对，就是百货公司在放一些过年的歌曲而已。对，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重拾儿时的那过年的氛围啊，就欢迎大家来东市的宫庙走一走，然后顺便也是走春，然后也是求个福气。对，古时候第1年小姐第正月8的时节，大家就做得去到也董事客家文化园区，冇出去家下其中讲的也文化节来祈福来行聊聊。是，对，所以古时候现场还没有这个还愿的这个仪式，我会同大家来分享。啊，对，其实还愿是说去年有生过孩子的，然后今年他就自己来做还愿动作，但是还愿的时候给他摆拍嘞。给都属于切板，他们的松板，所以跟在地的人一起分享，跟现场的朋友一起分享，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东市客家人一个好客跟分享的一个心意啊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很美好的一个传统价值，应该让它延续下去。那搞安的双福祠，其实安的观众朋友哈来东市的时候，也是大家宫庙。啊，跟我有个拔杯的仪式，那得到新高，你都是提拿到一个6斤的哦，6斤的新灯板转去哦。对对对。跌到身高，你就得拿到一张6斤。但是好像是要先缴100块，我知道。但是其实不在于钱的多少，是在于参与这件事情。哎，有顶多就很多宫庙都会有拔杯的仪式，啊，就等于跌新高还跌汽车，我都买冲嘛，啊个按东西真太配，哎那个你就得到新高，庙方就会送你一个6斤的新钉板，对，你就可以带着新钉板节回家。那我觉得这整个过程之中，就是了解新钉板、参与新钉板跟分享新钉板的精神。唔错，了解新钉板，能够参与新钉板哦。其实啲上一趟也其中没有同大家来分享吼。啲呀董事客家文化园区嘅所在，其实我有同到沙期嘅妈妈同大家来分享，现场来去甲 DIY 做下新钉板，也係头版嘅部分。其实唔單止安尼，董事嘅沙期嘅妈媽還有同多東西要同大家來分享哦。是的，董事嘅沙期嘅媽媽手藝真好，客家媽媽哈，其實蔡吉莫做完客家美。那个部分，其实我们在客家文化园区有一系列哈，从新钉板的制作过程，文化节哦，嘛有社区妈妈摊位哦，逐日哈出一个社区妈妈的摊位，然后社区妈妈给我同个拿手的客家美食，我拿手的新钉板，莫怪头板、叶板，还有新钉板、凤骨板。芋头糕、萝卜糕，只要你想得到的客家美食，全部会在我们社区的客家妈妈的那个教室里，那个摊位里面呈现。所以你那来行行呢、料料呢，那是在身上享受我们的客家美食。而且都是妈妈自己亲手做的哦，茶叶蛋呐，豆腐干，
都是我们在地妈妈的拿手。真嘅，古时候睇家师讲吼，也正月份的时节，我去呀董事来过新灯办节咯，都是冇说太饱，因为去到这片太多东西。文化街就100个摊位都是我们东市区公所去设置的，有在地的农产品。那客家文化园区嘛有摊位，所以大概7000万像1000公里不是太饱哦。对，来这里一定要有空着肚子来享受我们的客家美食。对，当然的，做地底啊按生态嘅发通地度去参加发通，韩国许多按到动菜体嘅也都有客家料理、客家美食咯。韩国唔单唱按呢，其实底下发通地度为到爱本大家，韩家用业也都是客家新灯办节，还有当到特色嘅商品爱同大家来分享哦。是啊，安尼东西台文化园区，就下期妈妈唱嘛，下期妈妈我特给的手艺展现出来，那还有一些在地农产品，还有去年啊，带的下期妈妈做蓝染，然后一些染色，那我妈妈也会把她的那个作品呈现在他们的摊位里面。那我阿公会讲，的26年东西进到后上瘾，就是返乡青年做了东西。他们发挥他们巧思，把客家商品呢做一些转化成文创商品。而且看到哈，在地就给我们的酷比摄影了哈，给那2个年轻的夫妻做了东西开婚纱摄影公司，我给们研发进到在地文创品，比如讲给那新灯板，晓嘛，给到拿来新灯板，给来做个抱枕。抱枕对，非常喜气，这个请拿来做抱枕共也喜气，是不用透卡，非常喜气。还有我们的缝骨板、随身碟，其实都是可以开发成相关的文创商品都是反映大家来客家文化园区来选购客家伴手礼。那还有跟妈妈给专门做天然染色客家的蓝染还有天然染色也是非常有出名，像我们的北埔有那个市染嘛，那我们东市这边就是天然染色，下期妈妈了。作为的天然染色，不管是丝巾啊，还是围巾这个部分其实都欢迎我们的朋友们一起到客家伴手礼大街一起去选购。客家伴手礼大街，对，我们在地的一些比如说米东酱油那个也是我们在地的手工的酱油，保证没有含防腐剂，所以要买到东市在地，然后当令的文创品或农产品。反映大家来文化园区、客家文化园区，还有文化街来选购。韩国其實像阿權妹數控呀，2隻風爆胎嘅呀，真件係動醬嘅，用辦公咯。因為其實同傳統嘅冇共樣，傳統嘅風爆胎嘅可能就係紅色咧，韓國蛋糕有時咧甜甜嘅絲。不過看先看亞種好誒，亞種蛋糕係紅色嘅，蛋糕上面是桃紅色的這個顏色。對，這就是我們的新丁板，大家看到嗎？這個是一個古代的壽字好，然後有財帛，還有龜這件事情，其實這裡面就象徵了財子壽這3個元素。財子壽，而且顏色非常的有設計感。對，這次呢，我們特別邀請到國際大師陳永基老師來幫我們做一個設計。他通常也是國際設計的常年的得獎。對，常勝軍就對了。是，他這一次還到德國 IF 國際設計大賽擔任評審呢。古說黑動腔的設計師，設計師你看按有特色，有這麼有質感的，而且又非常非常創新的。其實越是在地，越可以國際化。這就是我們辦新丁板節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讓在地特色讓國際看見。所以這一次的活動裡面，那我們的在地人，還有國際大師了共同參與的一件事情。古說歡迎大家來參加呀！一彩體一國際化嘅新燈辦節的發通哦。古說你先休息一下，等下節目中來再同大家講韓卡到新燈辦節的資訊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下台中董事嘅新燈辦節，1年100又過來了。古時候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嘅當到有關於新燈辦節嘅資訊，咩愛再個搶其中，再個提醒大家一下，最近新燈辦節嘅時間係乜嘅時間到乜嘅時間？
其實新燈牌節主要活動係3月2號到3月4號。為了幫新燈牌節做暖身呢，我們24號跟28號在我們東勢的宮廟，我們有野台戲的演出哦。野台戲，大家還記得野台戲嘛？做台戲，宮廟，細漢時在到宮廟裡看台戲，然後就講奔跑，然後吃着棉花糖的糖葫蘆的兒時經驗。那其實我也是想說，借由這件事情呢，能夠喚醒老一輩呢對新燈牌節的兒時記趣，然後也告同緊的阿孫講，其實阿公阿嬤都係安尼過新燈牌節的哦。2月24同2月28號，同安尼廟口大戲，同安尼lin八公廟，同安尼夏威城的富華宮，安就舉辦了2場野台戲。那另外呢，3月1號，安同客家文化園區，安體育團唱到明華園哦。哇，真係去做台戲哦！做台戲哦，對，那3月1號的安尼元宵節，跟你暗夜呢，安唱到榮興客家劇團。哇，當然咯，元宵節一定要看客家台戲，好嘛？好，還有3月3號一連3天哦，熱鬧演出，喺客家文化園區7點開始，安尼有安尼客家之夜，按部頭7點開始哦，對，有唱到安尼。客家界的客家歌曲的大佬，劉少熙老師，少熙老師係那東西客家人，對然後呢也有請到黃連玉老師，還有那東西菜地阿比百樂團，還有山城石府樂團，那當然還有我們在地的一些合唱團，那到時候就精彩一次呈現給大家。那嚟到新燈牌節，那那個像大家看傳統的台戲，嘛不大概了解過哦，原來東西嘛按東人採按東人做客家流行歌曲。真嘅，人哋盡量出現呀，菜地嘅表演團體、表演團隊來表演，分享呀菜地東西客嘅故事，好多特色。太普客嘅流行歌，對，太普客其實懂多人哦，韓國唔單唱安呢，係唔係還有一個彩街嘅發通？是，呢個彩街呢特別不同於以往，邀請到李樹民老師的在地藝術家，同在地的舞團，下期媽媽跟下期志工，先來合力製作成一個花車送子鳥的花車。彩街跟一個叫送子鳥的花車哈，我特別出來表演打頭陣。大概第一個送子鳥的花車用乜做呢？做閃電槍、利亞嘎，大概還記得嘛？那利亞嘎嘛，所以跟係一個在地藝術結合了下期媽媽的活動，其實希望這件事能夠去擾動地方，讓地方產生一個不同的刺激。那嚟到彩街，其實邀請到那個國際非常有名的踩高蹺，好，那還有森巴舞團，那就是讓畫面更潮很對，但是一定要有在地的參與啊。所以呢，到邀請到在地非常傑出的一些舞團，還有國中小。一起來參與表演。那當然還有我們的個胎筒、個竹筒炮，跟毛公一起來遊街。對，所以這一次彩街可是精英全出。那這邊和依晴分享一件事情。大家來看彩街時，唔係真無聊，因為下期媽媽出動咯，下期媽媽跳抖肩舞，對，沿路跳抖肩舞，6、7歲的媽媽來跳抖肩舞，然後沿路去分享。在一些定點沿路去分享我們的小新燈牌。其實新燈牌大家都真太對嘛，是唔落。其實安尼都特別去做細細的班，在彩街的過程之中，跟我們的彩街隊伍，好，還有我們的社區媽媽，從鄉下來分享安尼細細新燈牌。好可愛哦！講到呀，有按到破坤的表演，還有當地人下來小新燈牌做得來拿，阿權妹就當上去耶，做得同大家講一下呀，彩街係啲乜嘅時節，韓國啲乜嘅素材冇？彩街同3月3號，3月10點，對東勢國中出發，東勢國中，對，沿着東勢的三民街，嗰時我做交通管制啊。大家不用擔心，一路行到客家文化園區，行到文化園區，看到精彩表演，嘛，就強烈的團隊留落過，做一個街頭匯演，所以每一個精彩的節目，團隊呢，它可以停留到5到10分鐘的表演，所以大家來參加彩街，那是在看，是在聊，還是拿到新燈牌，就是在這個過程之中，最主要精神就是呈現新燈牌。
真嘅喺動腦嘅咧，印尼咧發通哦，鼓手歡迎大家3月3號就做得對董事會中開始同大家共下踩街，踩到董事客家文化園區有個所在。唔過其實講到發通後3月2號就開始咯，啲董事客家園區嘅所在來舉辦，做得像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董事客家文化園區，韓國人家講嘅這個文化節嘅所在太可以的那一片，文化節同園區會相爭動演冇？其實航路差唔多5分鐘到10分鐘，可是冇嘢，所以它是一個大的範圍。其中都東西西內呢，東岸都差一條東西的豐勢路跟中山路，其實按照歸路行歸路了啊，中間還可以經過東勢的美食街。對。大概其實東勢挺有名的嘛，美食街的麵跟水餃，那其實東勢的客家菜呢，它不同於苗栗或者不同於南部，它有它自己味道，它融入了很多那時候外省伯伯們、眷村們的口味在我們的客家菜裡面，所以大家來想到來東勢吃美食的時候，一般都會想到水餃跟麵還有豆乾，對不對？對。那其實當然還不止這些啊，我們還有好吃的肉丸啊，還有一些客家菜，那都歡迎大家呢，其實準備好空空的肚子，一路從客家文化園區經過美食街，然後再到我們的文化街，保證大家會滿載而歸，對，感覺而且手上還可以拿很多伴手禮回家。那現在也正是柑橘的盛產時節嘛，那對，東勢，然後那痛柑、茂谷還有椪柑都一如名，然後正是嘗鮮的好時候，而且就便宜，在地價格一定便宜的。歡迎大家來東勢了。是的，報喜啊，可以帶幾天嗎？我們旁邊有個東風自行車道，全台灣最有名的東風自行車道。對，吃飽了就去運動一下，然後再回來繼續吃。真嘅，唐起來董事和阿權妹吃貨的這個行程，對不對？對。不過其實阿權妹係說，第一位過年的時節，佢都有董事嘅結婚，係啲董事的總站下茶過後，係就一路行到客家文化園區嘅片，係知道歸路誒賣嘅東西，韓國人看到嘅東西，其實就同比如講係冇連人，真嘅看到嘅冇窮樣哦，真嘅冇窮樣，看到同到路上嘅那些小攤販賣的東西，真嘅就係傳統嘅嗰條辦呢，還有一些點心，可能係真嘅係冇看過冇食過，唔過看起來就係當傳統嘅感覺。像然後豐原靠住下車落去，然後看到做小片魚嘅阿婆，兩個阿婆同賣嘅煙桃子啊，對，煙桃子，還有一些蒸花生，還有一些小小的果子，樹果子有沒有？對，那個都是我們小時候在廟口才會吃到的一些味道。對，然後其實那些阿婆呢，還會依照不同的時節，就幫下就鹽頭、煙桃子，那有時候煙李子，對，這些就是好像阿權某一天我經常記得的醃製類的一些果子，對。古時董事真嘅係等於提示你一隻蔬菜哦，然之後講其中同大家來分享。假使講係啲愛天想愛來到董事，係做點樣嘅去？那個對台北高雄上來啊，建議大家搭高鐵，好啊，到高鐵到台中站下車落去，好，然後是得坐153，嘿，153的快捷了，7點都到董勢了哦，對，然後在豐原東勢的豐原客運總站下車。都是按圖索驥先去你喜歡去的地方，然後再去文化街，再去客家文化園區。那建議大家呢，不妨可以租個腳踏車，好，穿梭在東勢的大街小巷。古時董事都得租到腳踏車嗎？是的啦，客家文化園區巡片都有2間腳踏車店，那我們也可以到自行車步道先去天馬去呢，到西內就享用我們的巷弄美食。其實盡推薦的東西都係巷弄美食。對，騎腳踏車東風篇。是啊，對不對？巷弄都可以注意安全就是了。對，那這個開車來放哈。台中國一，然後接下來接國4往豐原東勢的方向，那國道4號就在國道4號的盡頭，好開下來，然後一路呢沿着路標為
丰年、下工都东西，其实嘛一方便啦。对，很多大事故，真可以走抽查，还不还有这个接驳车的部分？对，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在东市里面，我们也安排了接驳车。那详细的资讯，欢迎大家到2018台中东市新灯板街的网站上，我们很多的交通资讯，观众朋友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哦。好，古时候2018呀，台中东市嘅新灯板街正经动闹热咯，天天就要开始咧。古时候大家做得扫描去寻相关的资讯哦。今日神梦区长来同大家来分享，谢谢区长，谢谢依晴，谢谢。好，古时候没神梦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天天运动欣赏，向下来做运动了。